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師兄講馬，專飲頭啖湯。咁賽事咧話咁快就嚟到2025年9月28號嘅賽日啦。咁啊上個賽日啦，就因為颱風嘅關係，咁啊取消咗嘅。咁再上一個賽日咧，咁其實亦都係暴雨加颱風下進行喎。咁所以好多老友都有問師兄話：點解你嗰日好似好少投注咁嘅？嗱，其實呢個問題咧問得好好嘅，因為喺群組度其實我都唔止一次有講㗎啦。其實冇信心嘅場次咧，我係選擇唔到嘅。咁坦白講啦，其實即係我覺得忍手啊，絕對係我長期贏錢一個秘訣嚟嘅。咁就當呢樣嘢係一條好簡單嘅數學題咁樣去計啦。咁其實我當你真係好慳皮啊，一場淨係買3注飛咁樣去計啦。其實如果你盲目投注嘅話，你一個賽馬日10場賽事，其實你都30注飛嘅，即係小數怕長計係咪？咁點解我唔揀啲有信心嘅場次？咁啊，相對命中率會較高嘅場次，我直頭買10注，甚至更加高嘅金額落去咧，係咪？咁即係呢個亦都係我成日喺群組度 send 嗰句劉德華個金句啊，你想悶悶地贏定係過張咁輸啦？咁所以有機會咧，師兄可能拍片啊，或者喺群組度都分享下我自己嘅投注心得啦。嗱，咁喺今日影片正式開始之前咧，咁麻煩大家喐一喐你哋嘅手指啦，訂閱師兄嘅頻道，點讚、留言、分享呢條影片。有興趣聽師兄對馬匹，即係每一場馬匹分析嘅朋友咧，嗱，你哋可以掃熒幕上面嘅 QR code，即係加入我哋免費群組一齊玩嘅。咁喺群組入邊咧，師兄會對每一場馬匹嘅一啲睇法啊、臨場啲落飛啊，或者外圍嘅一啲指數啊，咁我都會喺群組度咧免費同大家分享嘅。嗱，咁所以我哋言歸正傳啦，嚟翻2025年9月28號星期日嘅賽事先，5班泥地1200米嘅賽事。嗱，咁我哋逐隻馬睇睇啦。1號馬有型勇士金城江沈集成嘅組合，副榜135磅，排過7檔。嗱，咁開季至今咧，呢隻有型勇士就已經跑咗2場㗎啦。嗱，咁不過咧就仗比仗好喎，今次咧就初落5班，初戴眼罩，初跑泥地，聽唔聽到好多個初咧？係啦，因為要估嘅嘢咧，其實都相當多嘅。嗱，咁睇翻呢隻馬咧，雖然同副馬咧就有自強不息啦，包裝伯樂咧，呢啲都係泥地好手嚟嘅。其實血統計咧，就泥地點都唔錯嘅，咁但係咧睇翻佢試泥季初試泥閘啦，其實都有2腳㗎。咁嗱，理應泥地咧就一定啱跑嘅。咁不過我自己考慮到金將咧，其實佢相隔14日咧就再出，咁已經跑到季內嘅第3仗啦。體力上會唔會有啲蝕底咧？咁同埋金城江今次嚟香港之後咧，其實一路都未有啲咩表現，再加埋啱啱所講啦，咁多個未知之數嗱，所以今場咧我最多都只會將呢隻馬做4連環4重彩配腳嘅啫。2號馬大番薯霍宏星廖康銘嘅組合，副榜135磅，排過9檔。嗱，咁上仗谷草1000米咧，嗱，咁其實佢喺直路未能完全望空嘅情況下咧，咁交到22秒43嘅一個靚末段時間贏馬嘅喎，咁其實表現係相當唔錯嘅。嗱，咁但係考慮到今場咧，其實季內初出咧，嗱，跑呢個從來未跑過嘅泥地1200米，其實無論喺路程啊、場地性能上咧，其實都有好大嘅未知之數啊！咁而且呢隻馬咧，賽前其實係冇試閘嘅。咁雖然廖康銘咧泥地嘅成績係唔錯嘅，而且我一向都好尊重啲新星馬。咁但係今次咧，其實我都選擇去覺得呢隻馬咧，今次係熱身為主嘅啫。咁啊，跑下先啦。3號馬宜昌奇兵潘頓黎超星嘅組合，副榜135磅，排過4檔。嗱，咁前仗呢隻馬咧，就以77倍大冷門嘅身份咧，跑入一直第2嘅喎。咁你睇翻啦，其實個同場對手啦，標誌多多起眼光再出咧，其實都入到3甲嘅。咁今次初落5班強配潘頓，嗱，咁我相信今仗佢都會係熱門分子嚟嘅。嗱，咁同埋你睇翻賽前騎師咧都親自試泥閘，咁但係咧試閘表現其實一般嘅啫，咁啊直路腳軟嘅。咁但係你考慮到呢隻馬咧，你預咗佢賠率超賣㗎啦，咁所以我最多都係4連環4重彩做下配腳嘅啫。4號馬風林火山黃寶利文家良。副榜133磅，排過12檔。嗱，季初出嘅時候咧，就已經講過呢隻馬咧，場場都輸得遠㗎啦。咁初出跑田草1200米咧，咁啊終於輸近咗喎。咁但係其實都唔覺得呢隻馬有明顯嘅進步啦。咁今次初跑泥地仲要排到12檔，咁就算你用到泥後黃寶利，都唔覺得令到隻馬變到身㗎啦。咁今仗我自己就要唔到嘅。5號馬陽光寶貝。嗌到啦，伍鵬志嘅組合，副榜132磅，排過11檔。嗱，咁呢隻6歲馬咧，其實已經嚟到評分新低啦。贏馬時已經係上季47分，喺4班泥地1200米攞到嘅。嗱，咁上仗初出咧，其實都係跑田草1200米啦。賽前都係覺得話，跑下先啦，熱身性質居多。咁預咗佢留翻泥地再出擊嘅。
咁結果啦，其實喺上場佢都係全程走外搭啦，直路就力弱輸得遠㗎啦。嗱，咁今次唔好彩啦，翻嚟泥地又抽翻個11檔。嗱，雖然佢泥地性能咧就一定比草地好㗎啦，咁但係咧呢次抽個11檔形勢上依然都係難跑嘅。咁我覺得最多都係輸近咗咯，咁所以今次我自己都要唔到。6號馬天火同德，布文偉達嘅組合，副磅131磅，排過5檔啊！嗱，咁其實呢隻天火同德咧，上季用黃寶嚟其實跑過一次泥地嘅，咁結果咧係大敗13個馬位，係啊，你冇聽錯，係13個馬位。咁其實上仗咧季內初出跑田草1200米咧。咁其實佢都同場好多對手啊，今次係再次對壘嘅。咁其實上仗嘅表現咧，其實佢已經冇乜跑錯㗎啦。咁但係表現其實都係好一般。咁其實你單憑呢隻馬，其實佢有美國血統，你覺得佢啱跑泥地，咁啊再加埋都係用翻馬房搏殺手布文，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呢兩樣條件都唔足以令到佢加入考慮咯。咁呢隻馬我都覺得係跑下先啦，今仗我自己就要唔到啦。7號馬南區王艾少禮羅富全嘅組合，副磅129磅，排過2檔。嗱，其實呢隻南區王咧跑呢個路程其實表現就相當出色嘅喎，跑5次就攞到1冠2亞啦。咁其實佢上仗咧就跑翻同程又攞個第8嘅。咁但係其實賽事水準真係一啲都唔低㗎。你諗下同場對手為火神神樂再出保重啦，東方寶寶再出都入 Q 啦。咁不過你睇翻呢隻6歲馬咧，你要搏佢喎，繼續有好大嘅進步咧，就唔實際㗎啦。咁不過我自己考慮一樣嘢就係話呢隻馬本身泥地12000咧，一向都好準成。咁同埋今次咧排到2檔，形勢上絕對好跑。本身呢隻馬跑法都機動嘅。咁睇翻賽前試習功夫亦都做足啦。咁所以今場咧3甲我預佢一直嘅。8號馬伶俐標區。田泰安、貴福特嘅組合，副磅129磅，排過3檔。嗱，咁呢隻伶俐標區咧，咁近仗其實照年都跑得好喎，近3仗獲得1冠2亞嘅好成績啦。咁其實大家睇翻啦，前仗贏馬水準好高啦，即係呢一場賽事我都講過好多次，因為接近一齊過終點嘅幾隻馬，讓愛高飛啦、花好月型啦、快樂奇兵，其實全部作出啊，都唔係冠軍，都係入位嘅。咁你諗下上場初出跑田數1200米。喂，呢隻伶俐標區其實佢全程望空㗎，咁佢都係僅輸2分1個馬位俾贏馬嘅讓愛高飛啫嘛。咁其實表現已經係相當唔錯㗎。咁你再睇遠少少啦，其實呢隻馬上季跑泥地表現，即係其實都唔差㗎。雖然係未贏馬，但係其實佢都有2亞1季嘅成績㗎喎。咁其實反映呢隻馬咧，其實佢都可以應付到泥地嘅。咁今次好彩抽到個3檔啦，就更加容易發揮啦。咁雖然練馬師咧今季就仲未開到齋啦，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個出賽馬咧，明顯佢都係操好先出嘅。咁所以今場呢隻馬咧，我3甲之選嚟。9號馬歐洲傳奇，周俊樂、葉楚航嘅組合，副磅127磅，排過8檔。嗱，咁呢隻歐洲傳奇近幾仗咧都輸10個馬位開外㗎啦，咁表現就可以用一塌糊塗嚟形容啦。咁首先呢隻馬傷患馬，能力不足，健康不穩，再加埋開季至今，喂馬房一路都係未有表現嘅，我就揀唔到啦。10號馬準確，希威森、大衛希斯嘅組合，副磅122磅，排過6檔。嗱，咁上季呢隻馬咧就睇準㗎啦，一場同程10萬泥啊，重飛大熱取勝。咁之後其實佢再出都無以為繼㗎啦。咁近2仗咧都接近包尾翻嚟，咁其實表現就好失望。咁呢隻馬咧，其實喺7月嘅時候啦，咁啊喘明馬做過手術嘅。咁今季初出啦，咁其實就算你跑翻個贏馬路程，再加埋可能星期日啦，有機會落雨幫助都好啦。我自己就覺得熱身性質居多嘅，咁我自己今仗就要唔到啦。11號馬東方寶寶潘明輝、徐以石嘅組合，副磅120磅，排過10檔。其實近2仗5班同程接連跑得好㗎，都攞到1亞1季嘅成績，其實表現係幾準成嘅。咁今仗季內初出啦，咁再跑同程。咁其實佢2次泥閘㗎啦，咁你睇翻個2課泥閘嘅表現都不過不失啦。咁但係我自己嚟完今次其實又係排到個10檔，形勢上就唔係咁好跑啦。咁考慮到形勢，我自己就最多4連或4重彩做配腳啦。12號快馬加鞭，蔡明紹、毛偉傑嘅組合，副磅120磅，排過1檔。嗱，咁呢隻快馬加鞭咧，季內初出就係跑田草1200米啦，咁排過13檔。喂，佢竟然都可以克服呢個大外檔，追翻個第3翻嚟，其實表現咧〜我覺得係有驚喜嘅。嗱，咁首先啦，呢隻馬其實田泥先係佢首本路程嘅喎。你諗下，你贏馬35分喺前季5班泥點1200米攞到嘅，咁而家評分其實已經減下都減到25分㗎啦。今仗仲要好彩抽到個黃金一檔，排好檔兼受讓榜嘅情況，其實我覺得3甲係一定要預翻佢一隻啦。嗱，咁所以今場嘅我自己選擇咧就係7號南區王。
8號零利標區、12號快馬加鞭。嗱，咁大家想贏多啲嘅，或者想聽多啲嘅，歡迎加入我哋嘅免費群組啦。咁師兄喺呢度祝大家贏多啲。